为期3天的7国峰会周二落幕，联合国发布了在经济政策和人权问题上与中共政府的对抗声明，还对中共的人权状况，包括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的强迫劳动表示严重关切，这是在去年的峰会上没有提起的。7国集团领导人还督促中共履行其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作出的承诺，确保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声明也同时向北京施压，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据英国媒体报道，由于英国政府对中企的担忧日益加剧，英国将禁用中国海康威视公司生产的监控设备，声称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本部门将不再使用任何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报道说，鉴于海康威视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扮演的角色，英国所做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展。北约秘书长周二表示，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据报道，土耳其、瑞典和芬兰3国政府首脑与北约秘书长在马德里经过几个小时的会谈后，土耳其撤回了否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决定，同意2国加入北约。会谈结束时，3位领导人在北约秘书长的参与下签署了相关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对美国参议院保护台湾做出了回应。综合英国《卫报》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27日在7国集团峰会上，约翰逊公开邀请了对自己国家不满的俄罗斯科学家投奔英国。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的声明，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歌词股份有限公司讨论了双边合作。托卡耶夫说，与土耳其的合作特别重要，会全力支持在哈萨克斯坦经营的投资者。